后来乡亲啊，台中的大甲蚵仔即卖长咧大出，大甲农会每一年拢会举办蚵仔节的活动，提供着即个蚵仔米粉、蚵仔钱等等的在地美食。啊，今年农会阁甲农试所来签约，要甲新品种台农77号的月光米，甲推广到海线。为了推广大甲蚵仔，大甲农会当年拢固定举办大甲蚵仔节的活动，要来推广在地农产品。就这个休闲的这个丰年祭的味道这样的时间点吼，啊，佮甲咱有开发出来一寡初级的加工，啊是一寡冷冻的食品，啊，甲就这个机会甲推出。伫正南见证下做签授权合约，即摆行销活动，农委会农试所将试验成功的台农77号月光米授权予大甲农会去推广。这个品种呢，它有那个月光米的那个口感，稍微有一点香味哈，所以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较无白多啦。新护白比较少，所以很适合我们一起做来栽培。那引入的大甲农会以后，我们希望未来产业能够更加进步。大甲农会透过举办活动推销在地蚵仔，更加引进新品种的农产，要增加农友的收入。